如果你哋想將呢個商標或者一啲專利作為呢個抵押品去銀行度攞融資，其實係唔得嘅。可能有機會得嘅，不過喺我嘅做咗銀行咁多年嘅經驗，我就未聽過啦。咁背後個邏輯係咩咧？你嗰個公司嗰個嘅股權啦嚇，咁除非你係一啲好勁嘅公司啦，如果係一啲好普通嘅公司嘅股權，其實基本上又點樣去評估佢係值錢？如果你哋個腦係諗住用呢個股份去做抵押品啊，去做融資嘅話咧，天使基金啊嗰啲咧就可能會啱你哋諗法多啲。銀行係唔會咁做嘅。銀行咧，如果對於喺啲中小企，一般嘅抵押品兩樣為主啦。第一樣就係現金啊，銀行可能會同你傾就一開4，一開5，即係擺100萬我就做500萬，擺200萬我做1000萬。第二種咧就係啲物業嘅抵押啦，呢兩樣嘢為主。咁如果咧你想提高你個融資額度咧，最主要咧就係睇住兩個位。第一個位就係你嘅營業額有咁大，第二樣嘢就係你嗰個嘅純利啦。呢兩樣嘢咧都會好影響到銀行借俾你嗰個嘅貸款額度。今集咧就分享到咁多先，下集又講個其他嘢，拜拜。